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20章。过年春天，列王出战的时，约押带军兵攻击毁坏亚扪人的地，围攻拉巴城。大卫留伫耶路撒冷，约押攻占拉巴，甲城彻底破坏。大卫摕到米利公头壳顶的王冠，是用大约35公斤的金做的，阁有镶宝石。人将这项王冠戴伫大卫的头壳。大卫对城内储真济财物，阁甲城内的人民领出来，互因用锯仔、铁耙仔甲斧头做苦工。大卫拢用即款方法对待亚扪遐个城的人。后来，大卫甲所有的军兵倒去耶路撒冷。后来，以色列人伫基色甲非利士人交战。何沙人西比该杀死一个大汉族的后代，伊个名叫做细派。非利士人就屈服。因搁甲非利士人交战，迄时埃尼的囝伊利哈兰杀死迦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。这人的枪柄亲像织布机的车身遐粗。因搁伫迦特交战，伫遐有一个大汉人，手甲骹拢有6支指头仔，共24支，伊嘛是大汉族的后代。这人对以色列的军队唱声的时，大卫的兄哥示米亚的囝约拿单甲伊杀死。这人拢是迦特大汉族的后代，拢互大卫甲伊的军兵杀死。